面对罗西亚的威胁，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当地时间27宣布讲，会设立一项新的志愿兵役计划，针对18、19岁青年无分查甫查某，对明年热天开始做兵，先做10个月。另外，瑞士也拍算要发起公投，把这兵役制度改做是无分查甫查某全面做兵制度，来取代现有查甫强制做兵的制度。伫运输机降落了后，士兵随落来戒备，刷落来一台搁一台的军用车，才紧对运输机顶管驶出来。为着应对对罗西亚来的地缘威胁，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当地时间27宣布讲，会无分男女设立一项新的志愿兵役计划。Je veux ici insister sur le fait que le service national concernera seulement des volontaires et le cœur sera constitué par les jeunes âgés de 18 à 19 ans. 因会以军人的身份来服役，得到制服、薪水和装备。逐个月的薪水是至少800欧元，合台票差不多29000。各享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75%火车票的拍折。服役的过程会伫武装部队内面进行，而且是武装部队部专权负责管理。未来伫国家发生重大危机的时阵，议会会当授权定调。伊阁希望志愿役计划会当一步一步扩大，甚至会当甲制度列入法律。3000 jeunes seront choisis pour effectuer le service national à l'été 2026 et les promotions augmenteront progressivement pour atteindre 10 000 jeunes incorporés en 2030. L'ambition que je porte pour la France est d'atteindre 50 000 jeunes en 2035. 伫马克宏宣布设立志愿兵的制度进前，民调显示讲18岁到25岁的少年人对军队的支持率是真高。马克宏表示讲，法国未恢复征兵制度，但是男性军队的模式符合未来面对的威胁和风险，会当更较有效来应对渐渐无稳定的地缘形势威胁。另外，同款是欧洲国家的瑞士是决定伫30举行全民公投，和民众家己来决定敢要用唔管男女的全民强制服役制度来取代现行的男性强制兵役制。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